民众拢会当发现讲，即马这硬红仔机的店是开甲满四格，有的是24点钟拢无休困，而且这音乐佮放甲大声，影响到社区的清静。台北市环保局就讲，在去年接到超过50件的陈情案，拍算要来严格规范，只要是超过暗时10点，佮咧制作噪音，上当就会罚3万块。 到底音乐啊，无管是刷叮当硬硬嘅物件，甚至结束的时，拢无任何音乐也是音效。店内期待会当讲拢无声音，其实这间店真正防投诉。暗时啊有噪音妨害安宁，期待上永远打着看到单。附近有居民认为也算好，袂伤差。之前我看这里早上任何一次都没有声音过啊。那你觉得夹娃娃没有声音，这样夹起来会好玩吗？还 OK。 当地里长也表示，无接过陈情，也毋过边啊也有一间店是维持播音乐，而且啊听音量也无大。台北市环保局表示，去年接到53件民众陈情娃娃机店扰乱安宁，今年到5月要16件，目前已经增订主题区夜间时段禁止播放音乐妨害安宁，加上新采罚基准，暗时10点到加长工早起8点，若制作噪音扰民，会相当处罚。 现在呢，又有发现到娃娃机陆续有扩大往我们巷道内来设店，很容易在深夜会影响到我们住宅区民众的安宁。我们不但会开罚，而且会从重处罚，6000以上到3万元以下。一般噪音违规3000开罚，要不过若伫暗时啊违规，主题区有直接罚的行为，商业区是牛切敢是超标。 裁罚为6000起跳，其实店家只要调降音量，也是暗时啊无营业，都会当改善。也毋过有娃娃机业者表示，已经将声音调成无声，会防真正暗时啊有噪音，也袂当排除是人客咧讲机台，也是市开关有用咱造成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